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济运的博爱座又搁发生着纠纷，有老先生要求少年人让位，竟然是动手共拍。另外，家人的公车嘛是济伙人要求少年的让位，引发着口角。想袂到这个博爱座竟然慢慢变做长辈甲青年两个世代的对立。 所以博爱座是不是爱取消，再度来引发着讨论。卫福部长邱泰源讲，这个博爱座是依照着规定来设定的，未来会来参考着日本优先式的案例，甲博爱座设计好更较侪有需求的人。你骂什么骂？干什么事啊？你还敢这么好的人去？ 两个查囡仔含一个乌鸡桑伫台北捷运的车顶爆发着冲突。乌鸡桑是起一个出手甲坐伫博爱座少年人陷进嘴皮。看到这个状况，其他乘客赶紧通知站务警员。在我也没几年啊，你要对社会做这样事情吗？坐伫博爱座的青年和这个乌鸡桑一直大声甲嚷，即个讲因爱唔让位，边个查某人看袂落跳出来阻挡，火药味正重。 最近在温博爱座的争议不断，就连家人的公车也发生着让位的纠纷。他们要让他们自动权来让。他们上来的话要让老人坐。昨下班放学的时间，公车真侪人，阿伯和少年人差一点嘛因为让位起冤家，后边乘客也跳出来做公亲。你觉得要不要让位？我一定要让的，通常都会，只要我不是人不舒服的话，司机会用广播器，然后劝导民众要安静。 是，然后尽量能够保持冷静。如果遇到真的有冲突的时候，我们会请求警方协助处理。现主时，博爱座渐渐变做是长辈甲青年两个世界对立，搁再引起着尊贵的争议。中央冇回应。身心障碍保护权益保护法里面第53条有规定，是要设立博爱座这件事情，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法令或者规定。 来演绎得更周全。但因讲会参考日本的做法，设计更较侪优先性，服务需要的人。敢若希望唔通互原本充满爱心的博爱座失去本地好意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